葵涌公立學校係一間小學，佢喺1952年創立，2007年停辦，而家成個山崗已經夷為平地。大家好，我係眾學積文2025嘅藝術家謝淑婷。Chat 綠廠位於荃灣，過往我亦都喺呢區成長，而我嘅學校亦都喺呢區。今次 Chat 綠廠邀請我參與眾學積文呢個計劃，而我嘅演繹呢，仲係種植翻學校曾經出現過嘅植物，好似雞蛋花啊、粟米啊，同埋一啲開花嘅植物。學係學習呢啲植物嘅起源，從佢哋喺世界各地繁衍嘅情況，可以睇到人類影響呢啲植物嘅痕跡。同時，我哋亦都學習咗點樣運用呢啲植物作為染料。織方面，我哋用染咗色嘅布同線刺繡學校嘅植物。我哋亦都用咗本地嘅枯枝同粟米衣進行編織，用另外一種方法呈現校園植物。從3月開始，我哋分為2組進行種植活動，一組係喺八鄉中心小學同嗰度嘅學生一齊種植，另外一組係種子隊，當中有公眾參與者同埋葵涌公立學校嘅校長、老師同埋校友組成，喺南豐紗廠嘅天台農圃一齊種植。我哋將一批回收得嚟嘅白恤衫轉化成世界地圖，白恤衫象徵住學校，因為同學同老師每日都會着恤衫返學。唔同嘅植物收割落嚟嘅花提煉咗唔同嘅顏色，我哋將呢啲顏色塗喺地圖上面。文呢方面，我哋將10位師生訪問嘅內容輯錄成10本文字記錄，每張舊書枱亦都配備咗耳機，等觀眾可以聽翻訪問。我根據訪問嘅內容同埋受訪者提供嘅物件，喺每張枱嘅櫃筒都做咗裝置創作，將佢哋嘅回憶同我嘅感受相連，重新交織住師生、社區以至呢個城市嘅回憶。喺開放工作室擺放我哋染嘅布料同線，等現場觀眾參與刺繡。學校當年種植嘅都係香港常見嘅植物，透過刺繡，大家可以留意到佢哋原本嘅形態。點解我想同種子隊一齊做陶瓷呢？因為學校原本嗰度嘅山被剷平咗，我喺嗰度收集咗一啲泥土，好想用嚟做創作。另外，我將以前學校小食部揾到嘅爛玻璃糖果罌呢黐翻埋，做咗石膏模。大家可以將加咗山泥嘅泥板壓印落去，然後就做到陶瓷嘅糖果罌。燒完之後可以用植物或者泥土提煉嘅色劑塗色，又或者將舊相印上去，保存大家唔同嘅回憶。今次我哋以藝術裝置 Chat 綠廠特別展出眾學積文2025交織的校園，展示過去嘅1年大家創作嘅成果，同埋喺呢個大型裝置前面，同嚟自不同世代嘅種子隊成員一齊唱校歌，同埋有關於友情嘅經典樂曲，作為計劃嘅終結。我哋希望將情懷轉化成集體創作，將呢份社群嘅力量承傳落去。